成個網都跌蝕割韭菜，你真係以為識用嘅 AI 軟件對話你就可以起飛啊？講到底 AI 只不過係個工具咁大把，拉開人同人之間差距嘅係見識，係底層邏輯。唔使望咁遠啦，你就睇下身邊成功嘅人，你就會發現佢哋總有一套同大部分人係截然不同。參透咗，估計你都可以脫胎換骨。第一個就係唔好強調自律，自律嘅核心係咩？意志力咯，亦即係反人性。咁你話你係人喎，要反自己幾難啊？打機嘅時候你飯都可以唔食，唔受環境任何影響，專心到咩咁？咁點解學習嘅時候做嘢嘅時候就唔得呢？可唔可以唔係定個目標去逼自己，而係設計一套行動系統，將自己嘅工作學習變得好似打機咁舒服嘅？嗱，譬如我好想用好早起嘅時間專注創作嘅，假如5點鐘可以起身咧，咁出門上班之前，我就起碼有1個半鐘完全係屬於自己嘅，全世界安靜，冇任何人打攪我，內心平靜，人係特別專注，寫作效率係非常之高。可惜呢個只不過係一個美好嘅願望，現實係冇嗰幾日咧，我就堅持唔落嚟啦。早起太難啦，總係習慣性懶床，靠意志力根本係冇辦法咁早起身嘅，勉強起到嗰日咧都因為瞓唔夠無精打采，專注唔到，總係分神，根本冇想象中咁高效率。後來通過學習咧，我先明白到自律係需要科學設計嘅。嗱，管理自己咧就好似管理一支 team，管理一門生意係需要方法。要達成早起做嘢呢個目標咧，首先要確保你可以早啲瞓，早睡先可以早起，先夠精神做嘢。然後早起咗點樣最快進入狀態咧，而唔係將啲時間浪費喺一個馬桶上面嘅刷手機。於是我設計咗一套流程係俾自己，每一步都足夠自然、足夠簡單，唔會有任何人性嘅抵觸嘅。嗱，為咗早啲瞓咧，我理順咗落班翻到屋企到上床瞓覺之間嘅環節，簡化咗晚飯啦，家務都平鋪1個禮拜去做，日日早啲咁。夠鐘就必須上床，床上放一本小說，類似《平凡的世界》呢啲，就係嗰種咧，你讀起身唔係好燒腦，睇下睇下好容易氹瞓嗰種啦。咁為咗早起咧，我就將部手機咧就放咗遠離床頭嘅5斗櫃上面充電嘅。鬧鐘響咗咧，我必須落床行幾步先攞到部手機。為咗可以盡快刷牙着衫咧，我喺馬桶對面幅牆上面掛咗一個專門倒計時嘅數字鬧鐘。嗱，今晚臨瞓之前咧睇定聽日嘅天氣，搭配好晒合適嘅衫褲啦，掛喺衣帽間最出邊嘅開放式衣架上面。咁我屋企咧就係開放式廚房連住餐廳噶嘛，餐台就係我用手提電腦工作嘅地方啦。咁為咗可以盡快落樓去寫作咧，我永遠都會保證個冰箱裏面有我中意嘅早餐嘅。咁譬如山姆嘅即食漢堡啦，如實嘅無糖酸奶。咁以前我自己好中意㗎，自己搞一大輪嘢，整個好有儀式感嘅早餐嘅。咁而家為咗慳時間寫作咧，呢樣嘢只能夠妥協讓路啦，係嘛？唔可以既要又要。於是咧早起肚餓，咁諗冰箱裏邊嗰啲美味早餐咧，我就忍唔住快速落去餐廳，電腦就已經係插好咗電源放喺個餐台上面。咁好自然我就喺冰箱度攞啲嘢食出嚟，咁啊坐埋張餐凳度打開電腦，咁啊一邊食一邊就開始咗我今日嘅寫作。嗱，你睇下，本來早起做嘢咧係一件好痛苦嘅事嘅，通過設計每一步每一個環節都相當自然。喺工作上面喺生活上面好多貌似困難嘅嘢咧，其實都可以用呢個方法去設計去管理。所謂自律一啲都唔辛苦就養成咗啦。第二個就係逆向思維啊！了解我嘅人都知道，邦哥從來係唔係一個守規矩嘅人，經常唔按常理出牌。結果好多時候仲幾好啊！原因咧係我中意反過嚟諗問題，好多問題你反過嚟諗咧，反而一眼就睇通睇透。嗱，譬如我做二手名錶嗰陣時，入行冇幾耐咧，就遇到勞力士帶飛成個行情啊！日日升價，迪通雅大跑完到 PPA 鸚鵡攞上場，然後 AP 黃象啊，今日賣出去個價，聽日同樣價收翻隻都買唔到。平安夜嗰日26.8萬賣咗隻迪通雅水泥灰出去，聖誕節想買翻隻補翻下庫存咧，已經升到28萬啦。因為低價出貨、高價入貨嘅倒掛情況咧，就令到好多同行都好彷徨。萬一高價買翻嚟崩盤，輸咗喺自己手上點辦啊？但按兵不動咧，睇住人哋買賣一隻賺錢，又買賣一隻又賺錢，一邊眼紅人哋，一邊自己又唔知點好，行又唔係，企又唔係。但一陣間我就反向諗通咗啦。喂，既然怕嘅行情崩盤，咁就乾脆計下崩盤要蝕幾多？假如當時手裏邊壓住100隻錶係嘛，一隻蝕1萬，咁咪要蝕100萬咯。咁當然前提係你要肯蝕啊，肯壯士斷臂啊，咪蝕1萬你又唔捨得守住等反彈，咁啊分鐘唔止蝕1萬㗎嘛。嗱，呢個最壞嘅結果你計清楚啦。OK，咁問題就變得好簡單咯。而家追逐行情，可唔可以先賺到依個100萬？嗱，答案係顯而易見嘅。嗰陣只要你敢入市，收益驚喜到你唔信。勞力士嘅16508黃金綠迪，二手價從20萬出頭一路飆升到60幾係嘛？只要你敢跟行情，賺到嘅足以去抵消崩盤可能嘅風險。於是，我決定大資金入市，只要控制好快進快，足夠自律，只賺每一波行情嘅差價，唔賺最後1分錢，唔會守株待兔，夠鐘該蝕仍蝕，唔會死纏爛打，肯定賺錢。咁嘅行情你順住睇咧，係好難確定行情可以行到咩時候嘅。收益計唔清楚，你一定唔敢入市，自然就會錯失行情。但假如你有逆向思維，反過嚟諗，明確止損點，反而咧容易喺咁嘅盈虧博弈裏面咧，果斷做出正確決策。生意本來就係玩行情，大利潤往往就喺行情裏邊賺出嚟嘅。遇到行情你揾唔到裏邊嘅邏輯，注定就賺唔到大錢。做生意仲有咩問題嘅？隨時揾邦哥。仲係嗰句，幫得就幫。